大家好，我是周卡勇。我平常时是教英文，我是去年才开始学表演。你什么表姐？我听我姐。台湾蓝雀，绿秀妍呢？一开始的时阵，其实定着答，就是安怎做拢唔对的感觉。我有迄个感觉，感动甲哭甲比你搁较惨。伫即个过程中，我学了足侪。是安尼啦，爱你哦。是我甲你揽调调的时阵，我靠，是因为我了解你啊，一种我从来毋捌有的感觉。我想到后个月要嫁迄个人，我想到即摆面头前的你。第一摆用台语演戏的时阵，真正有错一条，是我讲华语的台词的时阵袂有的感觉。我是周卡勇。